Hello，Charles 電動車，港人車聚開始啦！本次電動車聚從深圳灣口岸出發，時間定在2026年3月5日的上午11點，沿沙河西路到達西麗果園，單程距離約為20公里。在農莊裡面體驗一下竹子比你跑得還快的走地雞，又或者試試淘雞窩裡面剛剛下的雞蛋，原來真的是帶有餘溫的。另外，如果你對自己很有信心，想開電動車穿越崎嶇的山路到山頂，可以試試這條接近30度的越野徑活動，非營利性，費用有電動車的可以直接開過來深圳灣口岸集合，沒有電動車的可以在深圳灣口岸租一輛。不懂開電動車的，我們有人免費教學。本次車聚的目的地為農莊，這裡環境優美，空氣清新，飲茶，聊聊天，互相分享一下各自的生活。如果想參加活動的話，請加我們微信。